好，非常收看今日福气类呢个节目。哇，今日啦，大家咧小解嘛解咧，哇，小解就非常有意思嘅发通哦，就是13年呢到日本，然后持有了他提供嘅一张呢个艺术节哦，有当到嘅艺术家啦，当到嘅观光客会去到改片去看，去有了，佢係用呢個一隻地方，同埋要按用嘅藝術嘅展覽咧，所以先來分享呢今日裏邊一開始來分享嘅係呢個紀錄片嘅導覽陳慧玲導覽。大家好，我係陳慧玲。分享導覽吼，今日除了導覽來到呢個節目地圖，另外嘅係呢今日特別台裏邊哦，佢係來自日本嘅塩田宜人分享。大家好，我是塩田。歡迎，分享呢今日來自日本嘅宜人哦，佢係塩田宜人哦，還有乜嘅好嘅故事分享，你等下就可以講咯。聽你咧分享嘅係呢今日嘅呢個愛昶小姐。大家好，歡迎愛昶，愛昶小姐是我們今天的翻譯，對不對？好，哇，今日鄉親朋友會覺得啊，好特別哦，為什麼今日嘅福喜類咧有這麼多的這個不一樣的來賓，有導演，然後又有來自於日本的恩田議員，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組合呢？所以一開始讓大家都小解時間是喺讀日本嘅大提鳳，有個地方叫越後妻有，範圍非常的大。每3年都會辦一個全世界國際性的一個藝術祭典，要不要請議員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怎麼樣的一個藝術祭？第一の芸術祭は十日町と津南町の地域で行われております。で、この地域は1年に毎年3メートルからそれ以上の雪が積もる地域です。大地艺术季是举办在十日町市以及津南町这个地区里面举办，然后这个地区呢，一年大概有雪季高达3公尺的地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导演有去过，对不对？所以雪真的是堆这么高。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1月多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因为台湾嘛比较少看到雪，我们去那边就看到非常大量的雪的时候已经很惊讶。可是恩田先生那时候还透过翻译一直跟我说，导演很抱歉，我们今年的雪不够多。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已经是一个大雪的情况。是，所以因为雪很多，所以其实它一整年的这个农村是不是就耕种的时间就缩短了？の12月ぐらいから4月いっぱいは、ほぼ農業はできませんので、その間は他の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それから是的，大约从12月开始到整个4月，就没办法进行农业，所以那个期间呢，我们要从事其他的行业。对，比如说什么样的其他行业呢？例えば除雪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除雪というのは雪が降っても夏と同じように車が走れる道路を確保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です。比如说，有除雪的工作，就是就算有下雪，也是跟夏天一样，可以开车这样子的工作。雪の降っていない時期は、道路を作ったり、あるいは家を作ったり、ビルを作ったりといったような建設関係の仕事をやられる方が、冬そういう除雪をしたり、夏農業をやっている方が冬にスキー場に行って働くといったように、冬と夏の時期ではこう違う仕事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ます。所以譬如说呢，从事除雪的工作者呢，夏天可能会从事建筑业等等。所以那或者是夏天呢，有别的工作的人呢，冬天的时候会去滑雪场工作，这样子夏天跟冬天的工作类别是可能是不一样。理解。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就像刚才那个恩田议员讲的，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
最重要的事情是都改变一年下了，因为落雪的时间冻长，就是很多下雪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农耕时间是很短的，所以如果没有农耕时间，他们就要做一点别的事。对，因为他们其实一年只有一季，而且他们的稻子种作的时间其实比台湾还要长。我们大概是3个月，他们其实大概就是要4个多月才会成熟。所以那剩下的时间就不能耕作了。就不能耕作，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变成说它的那个人口流失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在你去到那边，其实已经好像都只剩下老人家在那边。其实他们在就是古时候到现在，其实冬天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男主人其实就是在外面打工的。家里其实，在冬天大概就是老人、小孩，然后妇女可能还会做一些编织，就传统用稻草编血衣、血鞋的工作。所以其实就是人口就会一直外移啦。其实就连恩典先生他自己也是，他其实年轻或小的时候是很不喜欢自己的家乡那种下大雪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甚至他年轻的时候是到过东京，可以请他讲一下。对，所以恩典先生因为那个地方，所以恩典先生年轻或小的时候也是离开陆渡这个地方到东京去工作，对不对？そうです。是的，对，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希望人口不要流失，所以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北川先生就那边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季的活动？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北川先生本身也是农村出身的啦，对，所以他其实对于这种人口流失的部分，他其实还蛮有体会的。而且其实回到乡村乡间，其实就剩下老房子。对，然后老人家可能体力又慢慢的不好，他又不能耕作，然后田就慢慢荒废，就是呈现了一个比较荒凉的那种情况。其实，不就是在那里出来的人，就是包含北川先生，他们其实心里都会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他一直就觉得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农村的老人其实能够开心一点？是不是有一些观光客进来有交流，然后能够重新见到他们的笑容？这个其实是艺术季蛮重要的一个举办的一个核心的。对，现代艺术季每3年举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大约会有多少人可以来？前回2015年の時は、60万人の方が国内外から来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公式発表されています。上次的艺术季的时候，也就是说2015年的时候呢，就是有国内外的大概60万个观光客前来参加艺术季。所以很多人呢，对不对？所以用青苗其实对日本了解地方，因为农村了解农村动动应该人口慢慢改，是不？某提市场你推翻然又动动改地方，其实农村你讲按样改种头，日少改后生因度改变做势，所以佢就特别期盼了按样改让艺术季改发通，像2015年改按样改发通，佢就是差不多有60万人次嘅人来到两片，然后大家来交流啊，因为目的係嘛嘅咧，是希望講解有按到嘅人去到改變嘅藝術節嘅發通，佢都是做得去改變認識嘅張農村。喊到從然嘅係度改變嘅農人家，佢都是會知道講，哇，要慢慢要冇強嘅人來到呢一片認識嚟到，啊，佢都話做得解要按樣嘅方式去做，很好到嘅寫啊，很好到嘅透露啦，大家來交流，做得講是整個活絡了按樣一個農村哈，所以鄉親朋友是會想啊，佢到底係農人家一張藝術嘅記憶咧，到底對不對有乜嘅發通咧，有乜嘅東西好看咯，因為韓國嘅地方非常嘅大。用人台到可能像一隻性別西安台，所以到底去到改變做啲可能乜嘅藝術嘅作品咧，你到底去繞牆嘅，鄉親朋友先聊下，你唔下差，你等下就嚟看。伊做啲繞牆頭紀錄片嘅土壤長回林土壤，還有啲類似日本嘅台裏邊恩田依然嚟到節目地度啦，大家來分享吼。其實上段節目簡單來講係對日本越後期有兩隻地方咧，其實係一隻都有意思嘅農村哦，是像啲台灣嘅農村鄉咯。不過因為佢仍然條帶凍到嘅時節係度嘅落雪，所以凍到嘅人其實冇法度做得耕種，所以人口是越來越少。
看用个塞嘞，所以就是盘那一家动潮个艺术季哈，读该片。所以因为你改投然有许多该片做了很多的记录嘛，对不对？所以那边就有很多的作品，每一年都有很多的艺术家来到那边。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其实艺术家在那边，应该跟我们去一样，其实会有非常多的感受。比较深的可能就是，比如说老房子，其实是没有人居住的老房子，其实在外观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但它真的就像废墟了嘛，就它是没人居住的房子，就空着。是，然后其实艺术家们其实可能跟屋主人其实是透过大地艺术季的那个介绍，对，他们有些会在里面做一些作品。那我其实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叫做梦之家，梦之家，它其实是一个民宿，可是他睡的床是2具棺材。有，现在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照片，他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放了一个棺材。对，然后他非常有趣的就是，其实民宿的你来这边住，你是躺在棺材里面，就是我是客人，然后我进去住，然后我的床是棺材。然后他们其实会有一个笔记本，就是你第2天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那边留下说你前1天晚上躺在棺材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是会体会到，其实被遗弃，然后孤独感。是，所以其实甚至那些游客们的笔记，现在已经出书了。我觉得其实这种，我觉得还蛮能够体会艺术家想要传达给观众或者是来的游客的那种感觉。请问一下，你有进去躺过吗？我不敢，我没有躺。所以其实如果我去到那边旅游，我当观光客，真的就是要睡在那棺材里面。那而且它其实预约非常满，你不一定能够在这一届，不一定能够躺到。对，所以这是导演讲的梦之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真的很有意思。不过用去为起头讲，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想最重要的是给不易干熟，那个是一个被人家遗弃的地方，不要讲遗弃，我觉得是遗忘的一个地方。还有什么作品你最喜欢？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有一个就是竹笼聚落，它其实是一个黑色的板子，对。然后大家可能一眼望去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好多的那个人形板，是不是？然后对，怎么他们今年把这个作品是放在新农川旁边，就是眺望着远方。然后事实上，它这个板子是这个村子现在住在村子里所有人的一个背影。对，你是可以一个一个是对号对上的，所以是真的可以对实际的人。对，然后他们其实让这些人形立板就是站在河旁边，其实看着远方，其实有点像是望着他们就是离开这个社区的一些朋友们。好悲伤哦。就是他们就是被留在那边的人，可是要不要离开农村，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挣扎跟选择。对，因为你想想看嘛，我留在寮家堤防，有没事情做？因为去给老些，不过我是讲离开寮家堤防是慢慢蒙印度两片，所以乡亲朋友大家看到寮系突然带落去到改变机器的一种相片，因为大家做咧看到该污染，一改污染该表现谁度，该只种条很度该大该因，不过去看染该堤防谁讲哇，因染了染少嘞。这就是，其实这只是2个导演，你说说看那边的作品有多少个？其实一直到现在就是累积下来，其实应该超过200个了。200个作品了，对。然后像有一些作品，它其实是会留下来，可是有一些因为材质的关系，它可能就是展那一季，他们就会那个收掉了，就是艺术季结束就是收掉。对，所以其实台湾推翻美用英体都改编展览，对，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艺术家，其实我们台湾的林顺龙老师还有吉米，吉米都有在那边展览。15年是第一次去，然后他的作品其实还蛮特别的，然后就是放在2个车站，就是然后是用类似像火车厢的一个状况，然后你就可以再进去里面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对，当然吉米本身风格就是很强烈，对不对？所以那像恩田议员这一边，所以恩田议员是不是听说，因为他也提供自己他在那边是不是有类似提供一些地方让大家住？对，他们的3个小学校都是其实是有跟艺术季配合，就是开放给那个艺术家的工作人员去住。像比如说林顺龙老师的工作人员，还有那时候蔡氏剧团去那边表演的，还有美浓爱享的一些朋友，都是住在他们那里，所以都是住在议员那一边。いろいろ十日町津南町の中でいろんなところに宿泊されています。で、小学校については
そうですね、あまりそのサービスは良くないですが、自分たちで宿泊して自炊はでき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でよろしいお客さんについては提供しています。是，其实，在十日町市以及金南町，还有其他的居住的地方，那关于3个国小的话，那边的服务其实没有那么的周全周到，所以也可以自己煮东西吃。所以能够了解这样子的服务内容的客人的话，我们愿意提供给大家住。对，就是用这边阅读该点那个国小，其实就是一个当地本来的一个小学，现在都没有了。它有120年的历史哦，可是就是人口就是少子化，对，所以小学就没了。对，前几年的时候就收掉了。对，然后就是恩田院他们社区就是有心人士，其实就是把它就是继续经营，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导演的那一部纪录片我有看过，我知道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有那个学校的场景，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学校有个时钟。对不对？那个时钟就是挂在那个学校里面，然后那个时间停止的时间很有意思，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对，因为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听他们说，他学校有一个时钟，其实就是在学校断电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记录说，这个学校其实就是终止的那个时刻。对。可是因为他们恩田先生他们不想让他就是这么终止下来，是，然后会觉得说。想了很多办法，可能跟外地的学校，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外国人，然后能够有一些交流，然后继续在那个学校里面。那个学校其实，因为他很客气，是很简单的，就是住在那边打地铺或者是什么。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是他们其实是很努力的去经营那里。对，而且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好像说，如果去那边打地铺，可是吃也是吃当地农民提供最新鲜当季的蔬果。普段は学校に絶えずその食材を持って行って、商売として営業してい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是的，但是平常我们虽然我们把蔬菜送到国小去，但是并不是贩卖给那个观光客。不是，是ただ年間に、300人ぐらいの方を、都会から農業体験とか、あるいは自然体験とかで交流してますので、そういう時には地元の野菜を使ったり郷土料理を、来たお客さんと一緒に地元の方が一緒になって作って召し上がってもらうような、そんな形のなんて言いますかね、活動です。但是呢，大概我们一年大概有300个人，就是邀请都会的人来到3个学校，然后体验，把当地做据点呢，然后让他们体验农业或者是那边的生态呢。那时候我们会跟客人一起，就是煮乡土的料理，就是然后用那边种的蔬菜、新鲜的蔬菜来做一些料理。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些的体验。其实除了在艺术季期间，他们平时事实上也是这么持续的在做这个事情。怎么说？平时怎么持续？就是就是比如说您现在假设我明天就要去了，对，然后你可能就先跟我们恩田先生先联络好。事实上他会非常欢迎，就是你们到3个小学打地铺，是不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俩当然该还有可能都该上片，因为可能一东年改印度，该他提供老杠种，你讲种农水两天时间好入灌黑。可是其实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打白上演以百改艺术季，是从刚才恩田先生讲的，2015年有60万人次，可是艺术季结束之后，大概三个对月因为艺术季的时间其实也没有那么长，对，而且是3年一次而已。对，怎么样能够让活动就是社区持续的活络？是，我觉得这个是恩田先生他们一直想要努力的，我想也是很难的。はい。開催の年はその60万人お客様がお見えになりますが、その開催の翌年その次の年も、
大きくはありませんがイベントはやられています。それで。对，其实我们举办大地艺术季的那一年，真的有60万人次的观光客来参加。那隔年呢，虽然活動的規模不大，但是还是有一些活動。ただ大きい成果と言われるものというのは、その第一の芸術祭がきっかけで、このつまりを知っていただき、若い人が、少しずつですが。その土地に住んでくれるようなことが、だんだんと見えてきました。那对于成果的话呢，以大地艺术季为契机，越来越多年轻人呢愿意住在我们的村落。是，对，所以年轻人如果住在那个村落是做什么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是，也是恩田这回来到台湾，对，然后我们也去了美浓一些农村，然后其实一直在讨论跟思考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持续的，是在讨论当中。对，就是年轻人除了在乡村是种田之外，对，然后还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比如说在美浓，他们其实是看到了，像我们影片拍到的主角罗元宏，他其实是有做艺术品，因为他也是艺术家，对，然后他会带活动，然后可能还有他还有一个副业，可能就是会去割草什么的，就是他是必须要同时做很多份的工作，他才可能想要维持他在农村的生活。所以，所以我想讲吼，其實假如當做幼兒時間問題，就得繼續來討論吼。不過想你先請你嘅鄉親朋友先聊下，啉下茶，講個後你轉來講，到底幾多度該做啲，還有乜嘅事情做啲分享。上堂節目講到哈，其實給他提供了下人來到嘅後生，你希望慢慢做啲轉來。不過回來到那個農村期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いろんな形で生活を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が、例えば、作れなくなった、水田をその若い人が代わりに受けてやっているとか。对，其实有很多的生活方式。那比如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已经荒废的水田委托给年轻人来耕作。委托给年轻人。それから、古民家140年ぐらいの建ててから140年ぐらい経っている古い建物ですが、非常に素晴らしいものもあり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建物をリニューアルすることで。ゲストハウスを作って、第一の芸術祭で来られる方を宿泊させる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にも挑戦している方もおります。还有呢，比如说像老旧的建筑物，像屋龄140年的那种建筑物呢，就做了修复的工作，然后就做成民宿，提供给大地艺術人的客人住。对。移住なりしてくる皆さんに若い人は。一つのところで会社に勤めてその所得を得るというような考えは意外とな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我觉得移到我们金南町的年轻人，搬到金南町的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好像并没有就是一直在某一个公司上班的这样子的概念。それでいろいろな仕事を掛け持ちしながら趣味を一緒に趣味を生かしながら生活を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ます。特に私の田舎は、やっぱり米を作ることはできても売ることってなかなか下手ですので。那尤其是这样子的年轻人呢，同时有很多样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爱好。尤其是我们的乡村呢，我们虽然可以做稻作呢，但是不擅長生態。对，所以地域のもともといる地域の皆さんと一緒になって販売をする、そういったことを一生懸命
システムを作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られてる人もいます。所以呢，与地区的居民一起来卖我们的农产品，这样子的往这样子方向努力的人也其实很多。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刚好补充一下，因为其实这几天其实我们在上下游刚好也是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日本的农村活化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合作据点，就是贩卖这种小农的产品。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住在3个小学校，因为没有浴室，所以我们都要去泡温泉。我还以为要去外面洗澡，不要去泡温泉。对，所有的那个温泉旅社，我们都看到好多小农的那种蔬果。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提供我们台湾的小农的思考。除了，因为我们几乎都是用网络上的订购，对，可是其实那样的发展可能不是那么的快。假设你可以跟比如说当地的什么比较大的一个旅游的据点，甚至是休息站，然后能够让他们产品直接在那边卖，我觉得那个收益就不需要经过中间盘商或者是大盘的一个那个手续的那个扣除。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愿意回农村的年轻人来说，那个因为生活毕竟是最重要的，对，那个应该吸引力就会比较高。我想就是今天贵团节目用讲下来，我觉得重点很多。第一个，我们其实让一推板改用气氛的分享，读日本亚大提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季。那这个艺术季的背后哈，我现在好像老师要做总整理，有没有？那个艺术季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人口的流失，那我们怎么办？他们用了艺术季可以吸引很多外面的观光客来看。更重要的事情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活络当地的农村。会不会成功，或是未来怎么样，我们没有人知道，对，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坚持这条路走。所以其实恩田议员来到这边，其实跟我们，他这几天来到台湾，其实也看了美浓的地方，对不对？你们还到了台南，也是希望可以看这样可以有没有得到一些新的交流。就像刚刚导演分享的，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觉得小农的产品要小农直送，那除了小农透过网络的让产品小农直送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在大地艺术季那个地方是，来，你来我这边住，然后你来我这边，然后到外面泡温泉，或是到哪个农家的时候，我家里就有这些农产品，我们就直接来交流，直接来分享。而且就像刚刚恩田议员讲的，很多年轻人来到这边是做什么？他说来这边耕田。我弟兄亲朋友改熊爸很马改，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他们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保留一块田，是源源不绝的，就那个田绝对不能荒废，一代接一代，那个田一定要耕种下去。我的感觉是这样。其实这也是艺术季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所在。对，因为就是你这个地方农村，你农村就是要有耕作，然后你要有田，你要维持你原本的生活样貌，才是一个真正的农村的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提醒在台湾，因为很多地方逐渐有一些艺术节出现了，可是艺术节不只是艺术品。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你背后的是在这里的要能够继续保留生存的方式，让人家继续来用这种方式，然后让农村维持下去。对，而不是就是一个艺术季，然后几个月结束，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我觉得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哦。你想看黑讲，你讲聊到种田，聊讲哇，农营嘞，冲不寸农营大概才东意思没讲，那我盖个乐园。假设我们并不是要把农村变成一个乐园，然后大家来玩，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目的是。那个是一个方式，我把你吸引来。可是，基督动手啊，改死心黑，我们一定要维持农村的灌溉，稻田一定要存在。所以，是不是恩田议员自己也回去种田呢？是不是？为了那个农村一定要发展，所以恩田你让机器干美转移杠田，对不对？恩田议员也回去种田。对，其实他们家本来就有田，然后他跟我们有另外一位恩田的先生，他们其实还把就是邻居没有力气耕的田一起租过来，然后帮他们耕田。村の中、集落の中にその水田が荒れちゃうと、そこはだんだんと住めなくなってくる場所になってしまう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はい。我们村落里面的水田如果荒废的话，就导致没有人住的地方的这样子的结果。そのために、じゃあ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かといった中に、やはりその外部の人の力も必要なので、交流活動というのを現在、進めています。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外地人的力量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理由，才积极的推动交流的活动。对，よろしいですか。先ほども最初にも言いましたが、その3メートル、4メートル降るところというのは水が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我在节目的刚开始的时候也说，就是雪积高达3到4公尺的地方的水量非常丰富。是。日本の、1万1000店舗ぐらいの、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では津南の水が売られてますし、JAL の国際便にも、津南の水が提供されています。那我们金南町的天然水呢，在日本的大概11000的全家便利商店当中贩卖，还有在日本航空的国际航班中也有提供。所以安用这样听起来就是不能耕种，可是他们有大量的雪，所以有很丰沛的水源这件事情，所以可以让他们耕种。就像恩天宜兰宫所以他们的水还在便利商店贩卖。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让他们当地人活化他们农村的另外一种工作的模式，对不对？节目的最后，节目改追问好，用前面20分问讲，那到底你让一些扮演改艺术季是什么时候？明年会有，对不对？会，明年还是有。2018年，2018年的大地艺术季。对，然后大概也是维持大概1周。没有，他们大概会有3个月，3个月的时间。对不起，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可以去1周啦。我是这个意思。是，你做得许多改便宜，看记得改艺术季吼，做得有1礼拜的时间，不你慢慢看因为该跟大家提供那你就可以看得完的。你想想看，是从头然讲的，一张艺术界作品到然后一张艺术界作品，你可能时差会是半点钟研究吼，所以许多改片，你做得许多改片1礼拜的时间，好好来看几改同改天然改风景艺术品，很好重要的时间系嘛改咧，会记得有3间嘅时间，所以该3间嘅全部做得去看哈。所以多聊非常感谢头然的多聊片分享哈，希望有机会再多分享这样的一个艺术季。好，星光抬杠。所以多聊片非常希望我们的恩田议员，也谢谢我们的爱常小姐来到节目，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艺术季。所以多聊片希望乡亲朋友会讲有机会切对许多改片行聊聊啊，阿里阿多，谢谢星光抬杠。好，听你下来嘛，该你做认同了。